来是台中的消息，台中潭子区呢大汉头这个福德寺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，是真特别的事。这间土地公庙有2尊土地公，地方人士表示讲，民国70年初本来土地公互人偷请去，信用只有登刻一尊土地公，后来土地公又搁互人请回来，所以讲变成一间庙有2尊土地公，香火特别兴旺。 将近100年的潭子区大汉头福德寺内底有2尊土地公，地方拢讲因是兄弟啊。因为去用偷请去，大家地方就讲无搁来调一尊土地公，结果咱新的土地公请入来了后，安做好，咱旧的搁用车倒转来。因为民国70年原本土地公无去，造成即马庙内底有2尊同款的土地公，在地居民嘛做后会来维持土地公庙的运作。包括姓周的、姓陈的、姓高、姓林还姓杨的相关的那个死世来参与后会安尼。希望这对兄弟土地公会当继续保庇地方平安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